后来继续来到台南，有一个男子开车超速，当咧巡逻的霹雳小组的警员要甲拿检，伊是油门吹落来逃走。擦车界牌来到一个路口，互停等红灯的其他的车甲挡掉咧。伊阁想要弄车，弄出一条路要继续来逃走，是赶到维资源的警力甲围起来，阁对空中开枪甲警告，伊才乖乖来落车。原来是车顶有藏毒品，看到警察心虚，才会想要赶紧选。警方利用一台白色修理车，伫一个路口围捕。警方对天顶开枪，原本赛车的查甫人，阁无愿意落车，知影走袂去了后，才愿意落车。趴下，下来趴下。7月初5暗时8点外，查甫人伫台南北区林安路段超速，互当咧巡逻的保安大队霹雳小组发现，随约去头前要甲拦查。该车因红灯受阻，但见警车拦阻，仍欲冲撞逃逸。民警遂依警械使用条例对空鸣枪一发。驾驶人才下车配合盘查。查甫人当场互抓到，伊的车顶互抄着3包的安非他命，原来就是伫车顶藏毒心虚，想要绕跑，上尾互照毒品罪嫌移送法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